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好，小朋友在这个所在，大家我来遮吼，拢拜托石门神开门。啊，毋过即摆无共款，听讲恁足好唱歌的，今仔日咱就用唱歌的方式，请伊开门哦。咱做伙讲，做伙学台语，我先安尼，我哩，一两三，做伙学台语，石门神开门。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，小朋友，恁的歌声真美妙，毋过吼，我需要你甲我斗相共。我最近有这个大型的道具，我要摕去回收。今仔日先甲我斗相共，搬这个大型的道具。搬我甲请你去食饭。阮会当甲你斗相共，毋过宝藏恁敢有想要摕？安尼就问神来问小朋友，请恁讲出一项爱做伙搬的大型家具。碰椅，刀啊，衣橱，名称，真厉害！当然呢，对这个大型的道具甲家具，拢非常的了解。那呢，起码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灵魂乐观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咱做伙来到这个所在，这位吼，就是我的下骹手人啦。下骹手人，下骹手人。嘿，是，头家，你我即摆甲你扭寸笑吼，扭寸就对啦，我是拄好想要一个椅仔啦。安尼，好，我甲你定做啊吼。这安怎卖啦？无你卖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你扭寸笑，头前这60公分、50公分，迄代表啥？你知哦？代表啥？有当时代表着一个迄个好运啊、歹运。无你来讲看卖啊，你身高偌悬164。啊，我来讲，像我163，就是大吉大利，一路顺风，一世人迄落荣华富贵，就亲像共款。袂歹。因为迄落顶头拢有写吉啊，也是迄落派的是无？香啊，香顶头拢有写着。你敢知影这笑叫啥物笑？米笑，长啊嘛。然后你做目光讲这几米米外，还是2米外，这就叫做米笑。顶头若是有写遐吉祥啊、吉啊、香的，迄就叫做文公笑，念一解。文公笑，无唔对，另外一个讲法叫做老板笑。老板笑，老板会当讲是咱做木造的木造之神啦。大家对迄个寸笑家具敢若有真了解？头先嘛有问到啊，恁大型的家具，大型嘛通啊讲大件的，大件对大件的家具，拢爱用搬的嘛，就可能甲家具有关系。你有信心无？好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好，第一只要甲大家请问一下，恁厝内面啊，若是有大件的、大型的家具无爱滴的时阵，要安怎处理？回收嘛，要叫谁来回收？粪扫车，粪扫车，
回收车通常啊，爱打电话靠环保局，环保局就会派人来甲你回收这大件的无爱滴的。啊，毋过吼，因就看讲哦，这个大件的这个家具状况啥款，啊若是袂歹，因就搁送去工厂，啊因搁重新制作，就通啊互其他的人使用的，就袂土济啦，回收搁再利用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了解，好。啊，咱的家具拢是放咧厝的嘛。对，我即马就是要来考恁甲厝内面有关系的物件，准备接招哦！听来噶，开始，来哦！开个头真笑，接无，甲同学讲哦，好来。盆栽，对无毋对？盆栽。好，来哦，心哦较准的哦，看有准哦，面哦面哦，哎呦，看鱼啊，唔好看米可白。提土西，好来，后一题，后一个，加油！看鱼啊哦，新的水电视，水开哦，电视，来那个接无较准的哦。天没有唔对哦，铁门甲拖落来，好康去困啊！哎，水道头，水啦，水道头，接无，哎，水哦，浴桶，对，浴桶，嘿，马桶真水哦，这逐工拢爱甲伊相处的哦。哎呀，无接到不要紧，咱看面甲接起来。八爪，对，壁纸，爪，壁嘿，壁纸，头一珠珠啊吼。倒倒空，看水哦。菜无食煞，菜无食了的吼，咱就用倒看甲看起来。哎，这无较准的呢，醒起来，看面哦，醒起来哦，醒起来哦，水，碰椅，真好，碰椅来，加油！哎呀，嘿，医疗啊，医疗啊，哦，厉害哦，医疗啊，哎，医疗，手机过来，嘿，光联，唔对，好，后一个，哎呀，过来，是，后一题，来紧，后一个，接无准，好，医道啊，伊头啊，嘿，嘿，切度，无唔对，来，搁有无，来，搁几秒，甲接起来，有道，留到过来，搁一题，go，嘿，电风，好，真好，有多几题爱补充一下哦，插座，马桶是啥摇出来？马桶，哦，安尼看，你不哩甲我看这个字咧，马桶安尼就法度看出来。啊，搁另外一个是时钟，对。啊，上尾你的答案是切度，测度啊，哦，测度啊。啊，搁头前讲到，咱看到迄个医条，其实爱讲念医疗。嘿，搁有一题啦，问什么？对，问梨。头前是讲莲嘛，哈，问莲是无共款。咱过年爱搭啥？莲，嘿，这是问莲。啊，咱迄落第一中爱拍开的是问梨。嘿，好，咱来看觅恁对着。13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恭喜啊，真好！马上来进行第2关，准备接触，起来噶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即摆来甲大家讲一个厉害的，大家敢知有一个科技叫做3D 的印刷？恁感觉过去咱若是要做一张木造的桌仔，爱做偌久？大概几落工？爱无？爱吼！啊，毋过迄3D 的印刷，迄10分钟就出来。哦。而且佫通啊回收循环利用，嘛真环保。所有的物件你看会到、用会到的，其实伊拢做会出来，真厉害。
啊，即马就是要来甲恁考用茶做的物件。电视柜。即马看到足侪物件拢是茶做的哦。好，好好，准备好啊未？好。好，现来噶。豆啊！好啊 ，OK。沙毒，三毒真好。菜毒。册毒，好，放册哦。名称，对，名称。菜毒。菜毒，你拢毒吼，真侪毒。伊啊，伊啊，对啊，伊啊，你讲了了吼。电视柜。电视柜。电视柜啊。嘿，碰椅，碰椅有碰椅内底有用迄落木做的迄落架啊，伫内面。是诶，电火条。电火条啊！电火条。对啦，算你对啦。时阵诶，电火条哦。加油！无香，无唔对，来继换你。无收电视木收。电视柜。电视柜讲过啊。换一个。无柜。木柜。好，对。无。嘿。叉车啊！啊，毋过你伤慢讲出来，啊，即题就无算啊。无要紧啦，敢若一题尔，咱看卖还有啥物你无讲到的？木做的。汤匙啊啦！汤匙啊，箸啊，碗嘛是啊。啊，还有啥？盘啊，盘啊，对，盘啊。卫生纸。哦，木匠啊，哦，对咧。啊，你袂歹啦，咱即摆得到11题啦，算真好啊啦。这地够有半个，差一输出啊。连半个拢无。我紧恁还有另外一个半的希望伫我遮，好，一定是充满希望的，放心。好，咱即摆换位。好，刷啦要换你啊，考一个较简单的。你逐届嘛讲简单，免紧张，免紧张。题目就是讲出皮这个字的物件，鸡皮嘛。鸡皮、鸭皮、牛皮，啊，这个来哦。好来。你准备好？好来。咸来噶。牛皮。皮包，你看，无共款啦，你袂当讲动物啦哦。皮，袂使讲动物啦，皮的。你较难的啊。皮卵，皮卵是皮蛋。嘿，好。皮咧酱。啊，皮咧酱袂用的啦。啊，毋是讲我跟皮有关系。哦，物件，物件你做皮。皮讲，机会。皮衫。哦，安尼会当有。鸡皮你咧讲等下动物是毋是？好。枸杞皮。那我是音乐啦。皮裤，皮。皮大。牛皮。你讲动物咧就对啊，牛皮我袂使讲动物啦，我会叫笑。你用笑一世人哦。皮毛啊，会用无？皮毛啊。皮衫。皮衫有讲过。马皮，马仔的皮啦。你拢讲动物。皮尾仔有做皮的无？皮。好。皮。剩一个机会啊！哎呀！不是你安尼，不是跟我拄只共款吗？嘿安那？就是安尼去的时啥物都袂晓嘛。好啦 ，keep up。咱即摆来看卖啊，头先第一关你无赢，但是第二关恁赢去啊，你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，我袂歹哦。马上来进行，真厉害，真恐怖，一定足困难的第三关，险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写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。
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两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咱厝内面的家具真正真侪种嘛。对啊，恁敢捌因为厝内面的家具有无细力去受伤过？有有哦，什么状况？尤真？刀啊会刀啊角，耶一个无细力，哇！老血，这是卡受伤吧？毋是啊，你有当时刀角去踢着，迄真正足疼的。无，咱即摆要带恁去一个所在看，迄个所在家具拢真安全，啊，恁看到嘛真介意，咱来看卖一下。恁来甲。咦，这个家具哪会遮尔啊古锥？拢无共款，搁特别有型呢。尤其是眠床，做家搁有各种车的造型哦。看到这个家具哦，我就想到一条美菜要来互大家约：四脚搁四角，有面无头壳。恁敢约有？伊是叨一种家具咧？四脚搁四角，有面无头壳。小想看卖，可能是啥物家具？啊，毋过咱听看卖白色嘅甲红吉吉安怎讲？无拼袂出名，听我白色色一定赢。好，这非常简单，就是四四角角，伊拢平平，所以呢就是三度。安尼你知影无？白色色讲的是三度，咱听看卖啊，红吉吉。听我红记记，歹运互伊去。我甲恁讲啦，这吼一定是刀啊！是安怎呢？因为刀啊吼有四支骹、四个角，啊刀面搁平平，所以哦一定是刀啊！恁感觉是啥？一个是三度，一个是刀啊。刀啊，是安那是刀啊？家己你感觉是安那刀啊？边你讲四脚搁四角，个四角，哦对吼，伊四个角，嗯，啊三度嘛四个角，嘿哦，啊有面无头壳咧，无头壳是啥物意思啊？对，伊是空的，对，伊是。伊就无头壳啊！你若是看我无头壳安怎？我也想讲，你爱去病院。千户，你感觉咧？你感觉倒一个？感觉是刀啊，因为迄个三度有三就是头壳，有三就是头壳，三就是啊？为什么？评选的你咧？我感觉是刀啊，嘿，为虾米？因为刀啊平平，嗯，伊四角，四角，哦，平平搁四角，就是完全就是形容刀啊嘛。啊，三度就是跳出来乱的。诶，好，安尼你想一下，互我一个答案，恁要选的是？刀啊！好，咁安尼。互我一个答案，恁要选的是？刀啊！好，咁安尼。哦，对啦，无唔对，真简单，对啊，有面嘛，伊迄个面遮尔啊看，啊，但是找无头壳啊，头壳要藏喺倒，伊若是一个刀啊，一个头出来嘛，真恐怖，所以是刀啊，无唔对，恁真熬药，咱马上来看第二题。这间儿童家具店毋但造型古锥，阁好看，对囡仔的安全哦嘛真用心呢。像这悬架2层的眠床哦，设计互下骹层闊闊，顶悬层较下小塊啊，互楼梯在爬的时阵哦，阁较窄哦。看到遮尔侪为着囡仔安全去设计的家具，我就想到一句话：大人爬起，囡仔占椅。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大人爬起，囡仔占椅是啥物意思？咱请红吉吉白写写。好，这就是形容囡仔哦，无大无细，啊大人哦拄啊爬起来，啊囡仔咯就随去哦坐落来，所以哦这就是哦无礼貌，所以呢大家袂当做无礼貌的小朋友，安尼知影无？哦，简单讲就是无礼貌的意思。咱听讲卖红吉吉安怎讲？唔对啦！大人爬起，囡仔占咪，就是咧讲这个囡仔哦真友好，伊看到大人爬起来，就随去甲伊占位坐咧，安尼等一个大人转来就会当坐啊，所以哦是友好的意思哦。好，红吉吉讲的是友好，好，
啊，白雪雪讲的是无大无无无大无小。小。嘉义，你刚刚是倒一个？白白雪雪，为什么是白雪雪讲的啊？就是无礼貌。无礼貌哦。伊爬开就是无要坐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奇怪呢吼去。摕物件。伊去可能去摕物件伊讲去摕物件啊，啊。摕物件，咱甲个危害伊啊。家己坐好笑哦，够大心的。这好笑啊！你无啊卫生。是天气偌寒咧。对啊。要坐小需要一段时间。啊对啦，你也毋是讲亲像囡仔人，哎，着囡仔尻川三斗你火。看，你有三斗火坐，随小的。啊，品酸你感觉？无大无小，白雪无大，白雪雪讲白。雪雪讲的。因为大人起来你就坐落去，安尼就无礼貌的。对啊。袂目等2秒，对无？真两哎，坐落，安尼较有礼貌。好，来，好咱来投票者。恁感觉是白雪雪无大无小，请举手。4票。 4票，安尼免紧啊。所以恁选的是啥物人？白雪雪。干嘛呢？哦，厉害！真正足巧的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其实真正无礼貌。好来，咱看卖啊，恁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牛！有2摆摕到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现来噶！ 2边的机会，啊，阮新店内面的动物有古水无？有吼，啊，你有介倒一个动物想要选？你有2届机会哦。有啊，选好啊，想好啊，遮尔紧。好啊。想要选什么动物嘞？ 9号， 9号。就好，足侪人爱9号，第一个选的拢9号。是不是因为9号真古水是吗？哦。哦，确定是9号。确定。请起来。啊！各有一个机会，各有一个机会。搁有1摆机会。你想要选到一个？拢真有可能啊。山牛，还是梅花鹿，还是拉力？梅花鹿好。好，希望你会当到。我嘛希望你会当到，因为你表现了真好，我嘛真钦佩。啊，毋过无得无要紧，阮有非常厉害金闪闪的金箍箍要送你。好，来手放好哦，请起来。哇！赞哦！哇！我为恁欢喜，看起价我赔，咱颁奖哦！感动感动。请白雪雪红记颁奖哦！会当钓到咱的木造的七头米，木造的七头米，哇，够hamburger 会使食。这个叫美国挂包。啊，美国挂包，咱的台式的是挂包嘛。对。这是看杯啊，是无？哦，挂杯啊，真古水的，你洗正面互因看。而且又搁是梅花鹿，梅花你鹿，看有够滑的啊！对，真滑呢。啊，平常时啊拢是甲谁讲台语比较济啊？阿公阿妈，阿公阿妈。啊，前有你讲甲谁讲？甲厝边讲。甲啥？厝边。厝边头尾哦。哦，你足歹呢。有咧培养感情的。对啊，甲厝边，你好，阿平山呢？甲阿公阿妈阿公阿妈。伫婚龄，伫婚礼，唔管是要甲厝边开讲，还是甲同学开讲，讲台语，通啊摕奖品，真好，对不对？恁拢是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